很难想象，在过往的美国宪法里，保障的竟是男人的权利，不少歧视女性的法律条文。电影《法律女王》讲述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为女权奋斗的故事，她也是第一位美国犹太人女性大法官。电影《法律女王》有178条法律歧视女性，女人不能加班，只能拿老公付卡，无法做粗活。很难想象这些再平常不过的行为，在1960的年代竟是被禁止的。电影《法律女王》，那些人觉得性别平等是民权，这会让家庭价值荡然无存。别想了，你若输了，女权会倒退10年。电影《法律女王》在讲述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·拜德金斯伯格的真实故事。她是家中第2个女儿，毕业于康奈尔大学，是当时哈佛法学院500名学生当中仅有的9名女生之一。但尽管院长强力推荐，露丝还是因为性别原因被大法官拒绝了见习职位。从此，她致力于女权平等。露丝·拜德金斯，宪法从没提过女人2个字，也没提过自由。克林顿总统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跟我说：“露丝，我提名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。”当时我真的超开心。由女星菲利斯·蒂琼斯演出，她沉稳坚定又充满力量的辩护，让人看了激昂。而同样讲述女权的电影《法律女王》，还好内人不写作谢天谢地，否则我得永远陷于写作瓶颈中，你永远无法赢得他们的认同。谁的男人葛伦·克罗斯饰演贤妻，总是默默支持作家丈夫。就在老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，她却发现丈夫的不忠，爆发争执后，也揭露老公的作品其实都是妻子代笔，为成就家庭，却牺牲了自己的事业。女性的伟大，从电影细节让人感动。